小小的困境，我日子会甲你，我虽然无金钱，宁我秘密我命来做你的器具，自接受我奉献。我心内感谢。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头，伊赦我赦免我所有小的，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头，你听我赦免我所有小的，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心甲水土，我在灵里受死，你引我到一时，要学落主无停，来互主做用，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境，我日子会甲你，我虽然无金钱。来做你的器具，自接受我奉献。今天咱做伙来领受一段上帝话，咱用上帝话来建立咱的祈祷。来，后一张。好，来，咱做来念这段经文，请。这的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好。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对上帝来敬拜，是因为咱通过主耶稣基督甲上帝和好。所以，但是咱为着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只敬拜，好无？咱做伙开声来献上咱对上帝的感谢甲懊恼。咱即时做伙开声来祈祷，请。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知影阮不过是土粉，阮伫你的面头前是有限，阮常常背逆你、误逆你，阮常常做一寡无互你欢喜的代志。对旧约到即马，阮人常常犯罪，总是天父上帝。你的疼是极其的大，你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成做阮搁好的一个平台。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主动对阮的疼，感谢你主动互阮甲你和好，主动甲阮来恢复和好的关系。主
主上帝，阮透过每一个人一里面头前所献上的恶乐甲感谢，求主你接纳，求主你继续用你的信心来引带阮。阿门。接续，咱来看后一段的经文。来，咱来继续读这段经文，请。伊无搁追究因的罪过，却将这个互人好好的信息交托咱。搁来，咱求主怜悯咱，还袂有通来原谅人的心。愿主赏赐咱有疼心、有行动，甲人和好。我毋知咱来到上帝面头前的时，咱的心内敢有倒对上有怨恨，还是有啥物代志咱实在无法度放落，还是有人甲你误解，你现在要倒去受气。好无咱趁即个时阵，咱向上帝来祈祷，求主上帝神来帮助咱，会当放落咱心内的怨恨，搁将即个疼充满伫咱内底。咱做伙开声，做伙来祈祷，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就是圣经，捌甲阮教示讲，若是要来到圣殿来献祭进前，若是甲兄弟也是姊妹有无拄好，有纷争，应该爱先和解，和好了后，才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来献祭。与主上帝，这是你所欢喜看去的。就是你的囝儿会当好好相听，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即条阮的心内若是有怨恨，有无法度放落，还是有受气的代志，求主上帝，你的神将这个代志拢甲刷开，搁将你的疼来灌压，充满伫阮内底，互阮用一粒充满疼、较无的心来敬拜你。也愿主上帝，你来接纳阮头我每一个人按你所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看后一段的经文，咱做来读，请。所以阮做基督的上帝通过阮，甲恁口渴，阮替基督甲恁求，着甲上帝和好。最后，咱来求主帮助咱，会当用尊重、包容、甲听候的心来传和平的福音。咱做为着即件代志，做来祈祷，请。亲爱的主上帝，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伫世间的服侍，阮知影一件代志：传福音毋若是用嘴，也是通过活动。传福音需要通过阮的生命的表现。传福音需要阮的生命内底有基督的即个芳开。
传福音需要阮的生活有好的见证。特别，阮所要传的是甲人和平的福音。恳求主上帝帮助阮，大神甲阮的厝边、阮的兄弟姊妹，用尊重、包容、接纳以及听候的心，直接来相款待。至到会当互你来到阮中间的人，也享受一即个和平甲疼的即个中间。主上帝，阮愿意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做是求主你的和平、你的平安、大神降临，充满伫阮的中间。也愿主上帝你降纳阮头仔一只恩你所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最后，咱来为着11月份第2礼拜福音主日，有请到即个何龙即个艺人，直接要来做见证的分享。直接咱兄弟姊妹为着即件代志福音主日，咱为着遮个无道友、新朋友，咱为着因的心的陪伴，做一只为着来祈祷，嘛，互咱的整个主日即个福音主日的礼拜拢通顺遂。最后，咱为着即件代志做伙来祈祷，请。万能的主，万军的耶和华，阮的主宰。阮知旧约时代，你竞选以色列人，要来成做福音的出口。你希望通过以色列人，互万国、万民、万邦，拢成做你的子民。总是因过去做了真失败。台湾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呼召这信仰的团体。阮倒一届来承接即个传福音的即个责任，愿主上帝你的神甲阮相甲比底，互阮毋但享受着即个福音的内底，迄个平安甲喜乐，互阮嘛欢喜将即个喜乐、平安甲疼痛分享互阮四周围的人，特别是遐还未信耶稣，特别是遐可能生活伫黑暗中间、困苦中间的人。愿主上帝，你帮助阮，有清澈的眼光，有满有智慧的即个心灵，来敲找遐个心灵爽向需要帮助的人，因带因来到教会，来到上帝面头前，将即个福音分享予因，会当予因享受一听和平光明的即个中间。也愿主上帝，你接纳阮的恳求，照你美好的安排来成就这代志。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继续陪伴心，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礼拜要开始，请咱安静心，听奏乐。
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伫你地上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拢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就是阮的上帝，要赐福阮。上帝要赐福阮，地的四极要敬畏伊。这时，咱来敬拜学罗，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欢喜，阁会使来到上帝面头前，做伙唱歌学乐伊，敢是？好，咱邀请咱大家站起来，咱做伙来唱这首歌。咱这首歌一定真熟，一定足侪人拢有唱过，所以咱就大声来唱。咱要来伫上帝面头前，透早起来就来学乐伊，透早起来，因为看到耶稣心内就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讲咱要伫倒位看到耶稣？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对无？所以请你去甲咱的厝边隔壁握手讲，看到你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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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伫握手的中间看到耶稣，看到耶稣的笑容，看到耶稣的疼。来，那个来。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
互咱会使搁来到伊的面头前，学乐伊，感谢伊。咱相信耶和华是咱的喜乐的来源，咱嘛相信倚靠伊的人绝对袂空空。咱嘛相信伫伊的内面，的平安的内面，咱的心会充满感谢。但即时，咱来唱一首歌，记若倚靠耶和华。咱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疼、所创造的。兄弟姊妹，你敢有带一粒感恩的心，带一粒渴慕的心，来到上帝面头前？你敢有相信伊？只要你向伊求讨，伊就要按照伊的时间来回应你。兄弟姊妹，你是毋是对上帝已经无信心吗？你是毋是真久真久无甲伊相亲近啊？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互教会坐坐服侍，地甲无开力啊？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你的生活伫困难中，你看无上帝的手来引带你？咱即时会使甲咱的目睭开开，咱来回想，主上帝是安怎咧引带你行即个死荫山谷？咱的主是安怎伫一开始感动你，互你的性命甲伊拄着，就像大卫拄着迄个大光共款。兄弟姊妹，我邀请你即时安静你的心，互上帝的听、上帝的话、上帝的信息，搁一摆进入你的心，来感动你，对你讲话。
因为咱知，咱不过只是土粉，咱知，咱是遮尔软弱的一个肉体。咱透过今仔日，咱要来对上帝讲，我无要搁挖靠我家己的困难，我无要搁靠家己的聪明智慧，我要搁一届献互你。我要搁一届将我的生命、将我的时间、将我的家庭、将我的一切拢奉献互你，因为你是我一世人上大上大的宝贵。咱来唱这首歌，我心内感谢。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疼痛，伊听我声的我所有伤你。我心内感谢，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疼痛。你听我声的我所有伤你。哦，上帝，我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引我到一时，要学路子无停，来好主做这样，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永远必为我命，来做你的祈求，主接受我奉献。我心内感谢，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疼痛，伊听我声的我所有伤你。哦，上帝，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引我到一时，要学路子无停，来好主做测验。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永远必为我命，来做你的祈求，主接受我奉献。主上帝，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永远为你我命，来做你的祈求，主接受我奉献。最后一届，咱来对上帝讲。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永远必为我命，来做你的祈求，主接受我奉献，永远必为生命。永远必为我命，来做你的祈求，主接
受我风的。咱做伙来祈祷。是啦，主，阮只有即个活命，即个性命，搁一届奉献互你的时，愿你接纳阮单独每一个人的歌声，愿阮每一个人的祈祷，透过诗歌，亲像芳芳的坐到你的面头前。主啊，阮需要你，伫阮的生命的内面，恳求你接纳阮每一个人，伫你面头前的日子。虽然阮真软弱，阮真无够格，但是阮愿意用阮的生命，搁一届来回应你。主啊，感谢你。愿咱的祈祷奉做名求，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34首。我心实在懊恼。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救我生命免得灭亡，诚心是凭主。上帝大我慈悲，向我我吹歌，又过日照顾勇气，我要为了以后。上帝主我最好。那当离塞的那天的光我写到主爱我的face，亲像白鹭听他，人民所喜的听。上帝也听伊也过父母的听，咱人是命那回，大风在吹就声，上帝主爱永远袂有当时阮无影。请大家议员徛伫，做伙共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启应文第61篇，上诗也是以弗所书第2章。伫咱圣诗后面1111页，我来起，请大家来吟。
恁遮个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离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对敌。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结合。这是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经过过去一礼拜平安，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过去的时间，设施有犯的过错，阮诚心悔改认罪，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撤销阮的罪犯。本会出外前往花莲美港教会的圣乐队。为着本会主题，陈正峰兄弟封幕甲受节感恩礼拜，求主你保守因脚步出入的平安，拢有甲你的平安，甲你伫地。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亲自医治安慰因。今日是圣的主日，同时也是北投教会野外礼拜的日子。主来众兄弟姊妹围围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愿一切荣光归乎你。你所享受的平安归乎众人，特别是甲北投教会野外礼拜兄弟姊妹同在，保守因出入拢有你的平安甲因伫地。但求你照着牧师今日要所传讲的信息，讲明你的真理，互听甲讲的拢白白得到利益。阮将今日礼拜整个的过程。对头到尾，仰望交托伫你的手，愿你扶持带领。这时，请兄弟咱同心出声，用主教导咱的主祷文做咱的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到20节。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到20节。和本圣经第252页，第一和二本第206页。显着我来读，各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各好，也将这个劝人甲上帝各好的积分，互咱。19节，就是上帝点伫基督，互世间甲伊各好，无将因的罪过归伫因，也将各好的道理交托阮。安尼，阮为着基督做钦差，亲像上帝用阮劝恁。阮为着基督求阮甲上帝搁好。21节，
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赞美，这时请圣歌队，今日是由长子群中职来献诗。赞美的诗歌是《恩典的路，恩典之路》。正道，今日牧师咧正道的地方是，互人甲上帝和好。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当通过你对阮的疼痛，会当互阮会堪执，让你开嘴，吟诗学乐，感谢。佮献上阮的祈祷。即点，阮一定领受主上帝你的话，愿主上帝你的心帮助阮，伫分享的中间，继续会当互阮来阐述对经文，就是你的话语中间，你要互阮啥物款的启示，以及亮光，来成做阮生命的帮助。阮将下面的时间全然仰望交付伫你，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方便会当讲是充满是即个世界，不管是古时代还是现在，到啥物款的世界，方便有缘毋捌停止还是消失过。
就算讲来到今仔日即个所谓的文明的即个世代，21世纪，咱拢讲这是一个文明的世代。做时咱会发现讲，暴力犹原通过逐种的形式出现伫你我的身躯边，甚至咱也拢会免不了来为着咱家己的私欲，对别人采取某一个程度的即个暴力，来得到家己满足家己的即个需要。伫所有的即个暴力的内底，较明显的，咱看会到、感受会到的，有即个语言来即个暴力，有通过文字来暴力，甚至是肢体动下动手安尼的暴力。啊，较无明显的，检测就是结构性的即个暴力，也是制度的暴力。比如讲，政府设一个，互咱感觉无公平、无公义的即个规范，也是制度的时，即个中间有人会来受到压迫，这是结构性，也是即个制度的即个暴力。总是即马则流行一种暴力的使用的方式。请问，咱厝内底有电脑请业手？倒会当上网的请业手？报手可能。即马你的手头拢有智慧型手机的请业手？报手吧。即马要伤害一个人真简单，你只要共你的镜头啊、起一下键盘、手机安尼划一划、起起，你就当共人留言，共人诽谤，共人伤害。咱会发现讲，即种物件也是咱使用暴力的一种方式。今仔日教会点入一个充满暴力的即个世界，特别当咱基督徒进入即个充满暴力、一种暴力通过各种的形式直接出现的即个社会，到底咱基督徒要安怎来面对？而且凭良心讲，教会内底敢有暴力？教会内底敢有？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伊写回互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就是咱讲的这个哥林多的后书。这份回信会使讲是保罗为着咧停止教会对伊的攻击所写的这个和解书啦。哥林多后书就是保罗写互教会的一份和解书。咱无听毋对，这位上帝的奴仆使徒受到教会诽谤、重伤侮辱，既然在回头主动要甲攻击伊的人来和解，甲因和好，到底是啥物款的困难，会当互保罗来看清家己，放落家己？到底是啥物款的困难，互保罗愿意安尼做？我相信咱基督徒心内拢有答案。当然是因为疼嘛，对无？当然是因为疼，上帝的疼，互保罗依靠对遮个人无怨恨、无记念的歹，而且写即个和解书，要重新甲哥林多教会建立即个和好的即个关系。自500年代到600年代的一个人权运动的即个领袖马丁路瑟金，我相信咱也有听过马丁路德金恩。伊主张用非暴力的即个方式来抗议，伊为着当当时的黑人会当伫白人的社会得到公平的对待，伊用即种非暴力的方式来抗争。相时咱拢讲伊有做金恩博士，其实伊嘛是一位牧师，所以伊当伊去引带即个非暴力的人权的运动的时，我相信伊就是用基督即个博爱的精神，成做即个运动的即个中心。当时伊的即个非暴力的即个运动，
甲白人警察迄种粗鲁的遐个行为，正做一个真强烈的对比。因为伊上咧成就的，就是黑人甲白人会当相听和平的一个社会。所以伊相共款虽然伊是抗争，伊为了黑人来发声，总是伊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做一个抗争。咱想看卖啊，即个马丁路瑟钦，伊本身嘛是黑人，今仔日伊若是引带黑人徛甲白人的警察，一遐用暴力相对待的时，那安尼伊是要来宣传即个听甲和平的意向。伊到立场来讲听甲和平，无，因为伊小共款用暴力来甲人对待。伫即个马丁路瑟钦，伊有真侪即个咱讲名言啊、名言。无输一只用两段，咱做伙来看好无？这是华语的黄秀丽，咱做伙来看华语的，请。倒一段，请。咱放你一件代志，面对怨恨，面对暴力，以及背后迄黑暗的势力，只有通过听，才会当来对付这个歹。只有通过听，才通达成即个和平，促进即个和解。主耶稣伊伫山顶对门徒的教示内底，有讲到即个北福，也是讲九福，即个山顶的即个教训，其中有一福，第7福，伊有讲到，咱做来看即第7福讲啥物？请。恁遮厉害，台语会当读做华语，这是台语，咱来读一解，请。我会当将华语读做台语，恁遮厉害，恁将台语读做华语。有注意到无？耶稣的教示是啥？是听候和平，还是促进和平？是对一种？所以耶稣真正所讲的即个和平，毋是讲一种态度尔，嘛毋是讲用被动，只听候讲纷争也是危险来结束，搁较毋是讲对这个暴力的事件也是危险的代志当作无看，然后用消极、用闪避的这个态度来多少面对事实。这毋是耶稣所教示即个促进和平、面对和平的即个要求。耶稣爱咱基督徒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达成、去成就真正的和平。耶稣的教示也符合旧约对弥赛亚降临的期待。旧约先知安怎来预言即弥赛亚降临？伊讲，上帝要差派一个人来消除所有的战争，而且这消除所有的战争的人，伊是一位和平的君王。这个君王要带来予世界完全的平安喜乐，予所有的人拢活伫光明的中间。伫这个中间，若是有啥要军队这位和平的君王来促进和平，上帝就要承认接纳安尼的人，就是伊的囝儿。阿门。咱若变来讲，咱爱促进和平，咱爱诚做上帝的囝。世界和平，安尼普世价值，是上帝伊本身主动积极来到这个世间，要促进，要来成就的。所以今仔日咱诚做基督徒，上帝的囝儿，当咱咧面对纷争、面对无公义的代志、面对暴力也是压迫的时，
消极的态度，还是闪避的方式来导演面对事实。为着和平，咱的态度必须爱积极，而且为着有纷争的人，咱爱主动去关心。咱来创造有纷争的人有对话的机会。当因有对话了后，因互相会当了解，因互相会当尊重、接纳、认同，安尼才会当来促进和平。阿门。特别，这是台湾基督教咱教会信仰个别内底第三个万事，第三个万事内底嘛有安尼的信仰个别。咱做来读这段第三段的万事，咱做来读，这是台语的哦，啥？同对即个个别，咱真清楚会当看起。今仔日教会受呼召，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拣选，咱所承接的任务是啥物？咱要传的福音是啥物？咱要传的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咱会当甲上帝和好的好消息。咱要通过耶稣基督，甲咱的兄弟姊妹和好的好消息。咱要通过主耶稣基督，甲众人、甲这个世界和好的好消息。阿门。既然是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咱基督徒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自然咱要用尊重、包容、了解以及接纳的态度来传福音。咱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咱减通用强迫的，减通，还是人用安那威胁的手段，还是用一种讲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安尼的态度传福音，敢通安尼？毋通安尼嘛，因为咱传的是啥物款福音？促进和平的福音。今仔日就算讲有人无要接受耶稣真做伊的救主，拒绝福音，甚至甲咱攻击，咱犹原来维持着一个和平使者的即个款式，因为这就是咱要传的即个信息。阿门。总是要促进和平，要达到咱每一个人会当彼此尊重、了解、接纳，敢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你感觉敢有简单？要做到大人，咱会当互相尊重，我会当来认同，我愿意听你发言，愿意去了解你。即件代志敢有简单？真无简单啊！真无简单。了紧头免压，牧师嘛知影讲无简单。每一个人伫咱成长的过程中间，咱总是会无丢伫、无细腻去伤害着别人。有真侪时阵，咱会无丢伫去消费别人的耐心甲宽容，甚至嘛会无丢伫去吞纳别人对咱的用心甲疼心。这代一直到咱真正咱的人生大汉、成熟，咱冷静过来，咱才来发现意识到讲，家己过去是怎样的幼稚，怎样的这个无辜，既然去伤害着别人。今仔日咱所读的这张碑的作者保罗，保罗本身过去就是一个伤害别人的人，因为伊误解，伊对基督徒有偏见，伊无了解福音，伊掠家己做伊，所以事体法才会死伫伊的面头前。总是保罗伊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光照了后，伊才来看
看起家己的罪恶，伊才来意识到家己过去是宰庙的牛公。总是一个相似，伊嘛感受到上帝对伊的疼甲包容。咱当对保罗写予提摩太的即个批信内底来看去讲，保罗伊对家己的性命有真大的反省。咱做来读黄色的字，这是保罗写予提摩太的信，请。我感谢我的虽然以前我放荡、迫害、搁家己侮辱，还有得到灵敏，是因为我了袂信毋捌的神才安尼做。咱的主使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互我得到甲必然正有的信甲疼。基督耶稣临到世间是要拯救罪人。即句话通相信，甲你完全接受。罪人中我是第一派的，毋过我得到灵敏，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派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表示，当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意外的人的模样。这牧师要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2002年的一个暗时，伫美国，即件代志发生伫美国。一位号做艾瑞克的少年人，伊是大学1年级的学生。即个下暗，伊啉酒，而且啉酒醉来驶车，结果伫即个上好驾车的过程中间，来弄死2个查囡仔。即2个查囡仔的年纪甲伊爸大。后来，即个艾瑞克伊互警察抓去收关押了后，法官答判主刑22年的即个有期徒刑，22年的即个有期的徒刑。伫即个法院的即个中间，去互弄死的即个查囡仔，其中一个老母，伊伫法院中间对即个艾瑞克态度真歹，一直来落骂。伊嘛捌表示讲，伊绝对会怨恨即个害死伊查囝的人，怨恨伊一世人，绝对袂来原谅。不过，当即件代志过了一段时间，即个老母，伊的名做瑞米，伊冷静了后，伊冷静落来，开始三思过即件代志了后，伊决定伊要来改变，因为伊讲。对一个人的冤仇，并袂互家己较好过。你怨恨迄个人，迄个人伊嘛无较好过。而且我安尼带着怨恨受气来过我的一世人，我检知我的性命并袂较快活。搁即位因为啉酒醉来驶车弄死人，造成过世的即个少年人艾瑞克。其实伊真后悔，伊责备家己，总是伊嘛知影讲，伊不管做啥物代志，拢无法度来弥补即个过失，所以伊就写批，写2份批，寄到即2个家庭，来表达家己的忏悔，甲因悔失的。当即个瑞尼即个老母接到即个艾瑞克少年人的批了后，伊也马上甲伊。寄转去，甲回信，甲讲，艾瑞克，其实我对你还阁有怨恨，我心内有即个不平，但是我决定我要原谅你，我要还是原谅你，因为在我看来，原谅才会当来医治我心内的创伤，原谅才当医治我心内的创伤。后来，即位艾瑞克甲即个老母瑞尼。有3起面纱接触的即个机会，即个母亲发现讲，其实即个少年人是一个真有礼貌、真乖巧的囡仔，只不过是伫迄个当时做了错误的决定，啉酒
件代志过了2冬，即个瑞米即个老母，伊竟然做一件代志，伊去找法官，伊毋茫会当减轻即个艾瑞克伊乖家的日子，来减轻一半。伊讲，伊相信伊的查囝嘛绝对会想要原谅即个少年仔。结果无想到，法官竟然嘛答应即件代志。艾瑞克伊知影即件代志了后，伊足感动，总是伊嘛讲一句话，伊讲：我实在是一个无值得互人原谅的人。伊讲伊是一个无值得互人原谅的人。后来，即个母亲，伊带即个艾瑞克成立一个基金会，伫伊受拐角的时阵，常常来甲带出去，去到高中，去到学校，来做即个公益的活动。甲人讲，啉酒了后毋通驶车，用因两人亲身的即个经验来说明安尼的代志。咱有看到即个 PPT 的相片无？艾瑞克就是即个少年仔。即位就是迄位失去查囝的母亲，一分享了后，因两个人相纳来和解，来和好。透过咱读的经文，保罗伊甲提摩太讲伊是罪人内底安那第一歹。刚才保罗伊甲即位少年人是同款，因为家己实在是无值得互上帝原谅的人。因为家己实在是无值得互上帝赦免的人，伊过去伊安那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迫害即个福音，伊足清楚。总是伊既然得到上帝对伊极大的吞忍、包容甲疼爱，这毋但是属灵顶面、精神顶面，伊得到包容，实际上伊嘛得到人的包容甲原谅。使徒行传内底，巴拿巴伊带保罗去到安提阿迄个所在，做伙服侍，要做伙伫遐建立教会。去到安提阿，遐个信徒拢来欢迎即个保罗。总是恁敢知影安怎？伫安提阿迄个所在的信徒，就是过去保罗所要陷害、迫害。按耶路撒冷逃走的遐个信徒，因对保罗无怨恨，甚至来接纳承认伊是使徒。后来安提阿遮建立教会，福音对遐来出来。3届保罗传福音拢是对安提阿教会开始，一个充满疼、和平和好的教会，成做福音的一个出口。所以保罗伊面对哥林多教会对伊的诽谤、中伤了后，伊才清楚，过去伊安怎得到上帝的怜悯赦免，即摆伊嘛要来赦免遮个人，原谅遮个人。就亲像耶稣所讲的迄个比喻，一个奴仆欠主人1000万，叫主人安那赦免，结果伊的朋友欠伊10箍，叫安那。家掠去安那官府，所以对保罗来讲，伊较早欠上帝1000万的拢安怎？拢有得到赦免无？教会对伊的中伤攻击，对保罗来讲，不过是欠伊偌济，10箍尔，无啥物好计较。保罗不过就是看遮个人伫行伊较早行过的路，是犯伊较早所犯过的错。保罗过去毋捌基督的事，伊毋知影啥物叫做恩典。总是当伊明白耶稣基督了后，伊才知影讲，恩典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所完成的。这个恩典就是上帝通过基督主动要甲人和好安尼的好消息。所以保罗今仔日咱所读这段经节。伊劝勉哥林多的信徒来甲伊和好，其实背后的意思是啥物？背后意思是讲，假使恁遮个哥林多教会的使徒
最后恁决定讲无要甲保罗和好，就代表讲恁无要甲上帝和好。注意听哦，恁选择无要甲保罗和好，就是甲上帝无要和好。是安那？这就代表哥林多教会毋知影啥物叫做福音，毋捌耶稣基督，毋捌经历过上帝疼甲怜悯，毋知影啥物叫做恩典，毋知影福音原来是好好的一个信息。简单讲，兼在哥林多教会内底遐个假的先知、假的使徒，因所教示就是假的福音，因为无听甲和平伫咧中间。各位兄弟姊妹，自9月份牧师就一直伫讲台顶，也是领受训练的时，一直咧强调训练讲，咱要食做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总是咱要传的是啥物款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好的福音嘛对。所以咱爱家心学会晓甲上帝和好，学会晓甲咱的厝边、甲咱的兄弟姊妹和好，甲众人和好。一个无愿意尊重人、包容人、追求彼此认同的人，无法度传福音，无法度传福音，因为和平甲疼痛无伫伊的心内，因为伊无拍算尊重人、认同别人、包容别人，安尼无法度来传即个和平的福音。相反，一个幽怨无法度意识到家己已经去伤害别人的人，嘛无法度传福音，因为上帝怜悯甲疼痛无伫伊的生命内底，伊毋捌经历过上帝疼甲怜悯，伊毋捌经历过信心来刺激着伊的良心，伊毋知啥物叫做恩典。咱若是安尼的人，咱到底是要传福音，而且传的都是一个要甲人和好、促进和平的福音。最后，牧师真正祝福咱逐位，祝福咱的教会，真正愿上帝将伊公义正直的神降临伫咱的教会内底，充满伫这个中间。嘛求信神真正手赐予咱有忧伤痛悔的心，意识到家己的罪恶，家己得罪人、得罪上帝的所在，会当认罪悔改。嘛恳求上帝真正将伊的疼充满伫咱的中间，互咱所传的福音充满和平，互咱所传的福音真正是促进和好，互咱台湾社会成做一个充满疼甲和平的境界。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恳求你的信心，提醒阮一件代志。阮人甲人中间上主要的敌人，就是比伫阮后面撒旦、魔鬼，就是遐个黑暗的势力。撒旦甲魔鬼真介意看到人甲人之间有纷争、有怨妒，然后用暴力、用武力来相对待。因为安尼，上帝国就要严惩来降临。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会当清醒过来，会当用和平安尼来相款待，用尊重、用包容甲接纳，会当来相款待。因为主上帝你呼召拣选阮，就是要来完成安尼个代志。互阮传福音，毋若是通过阮的嘴，也是讲整个头壳内底遐个知识尔尔，乃是互阮的生命真正活出一个和平使者的一个款式。愿主上帝帮助阮，这是一个真学、真难完成的一个功课。总是阮愿意倚靠你的气力来成安尼的事，也愿上帝国会当紧紧来领导。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再来上唱会用的诗，圣诗485首，主十愿互相接纳。我是自信我的牧者。
圣意之书，孙依林之书来书的。请起立，吟奉的诗。现在请坐。报告，伫报告的内声，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我读一句，请兄姐来读两遍。各万行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国好，也将这个劝人甲上帝国好的这份互阮。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请。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国好，也将这个劝人甲上帝国好的这份互阮。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请咱掀开周报第一页，漳州的聚会，甲本州及后州的侍奉人员，请咱家己看，详细注意咱的服侍。第二页是有关州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以及主日学的聚会，请咱家己看。请掀开周报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第4页是有关教会小组代祷的事项，请咱关心代祷。第5页是有关漳州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看。设施有订单，请向办公室来更正。第6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第一项，欢迎北投教会会友野外礼拜来到本会。一同参加礼拜，感谢主的恩典。咱等下再请牧师来欢迎。第2点，本会圣歌队今日前往花莲美港教会献诗，为着本会的会友陈正峰兄弟奉牧，
甲受集感恩礼拜，愿主祝福圣乐队一路平安，荣耀归主。第3点，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11月初3，第1点，11月的特月中职，长老是于志平长老，执事是赖建存执事甲傅启芳执事。第2点，后主日下午1点，伫7控1会议室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会。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第3点，中昼12点半要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教外消息，第1点，本会伫11月初10要来举行福音主日，迄天的2场礼拜，咱要合并做一场吼。这时间顶头吼爱经常就是上午10点，10点啊吼，10点，咱的海报吼，甲传单拢是10点吼，10点到11点半这时间，地点是伫咱遮吼教会的4楼的礼拜堂。是由迄个义起发光的协会艺人要来前来见证何龙兄弟，请会友关心大道，并邀请福音的朋友会当来参加。中昼伫教会要加菜，爱餐联谊。咱的福音的这个有关的传单单张有放伫这个4楼的这接待桌欢迎咱的会友用去邀请朋友来参加，也是讲咱伫群组咱的顶头拢有这个DM 用这个方式来转发邀请咱的朋友共同来参与。第2点，请各部各团契伫今日来交2020年的这个预算表，财务的预算表。11月初3后礼拜请交咱2020年的行事历、小组甲团契的聚会表。第3点，2019年幼幼运动会要开始了欢迎爸爸妈妈带着恁的小宝贝来参加时间是11月17 9点半报到，地点是伫咱9楼的主日屋年龄报名方式，请咱家己来看。第4点是牧师带领领袖呼召训练的部分还有一期请咱共同来参与。有关圣诞歌的歌买是到11月初10截止。教会消息，第97届北大女仙宣道的年会是伫11月22日，早起9点半到12点半，伫马街病院的9楼大礼堂。报名费是每人100块，有意向要参与的人，请向简秀柱执事也是朱美玲姊妹来报名，到11月初5截止。有关11月生日的这名单伫下面，后礼拜有庆生会请咱来注意。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一只来介绍以及做补充的报告。大声一只来欢迎一对夫妇，王文峰兄弟甲江春辉姊妹到咱的中间。一只后壁，咱拍拍等欢迎。好，请坐。接煞咱嘛来欢迎真欢喜今仔日北投教会通过这个野外礼拜这机会来到咱桃园教会中间，做伙参加组织敬拜上帝。好无？咱请咱北投教会起立，互咱桃园教会用普声大欢迎。好，请坐。因为北投教会今仔日有早盘手礼来啦就是一只简献诗嘛，对无？做伙来荣耀上帝。所以教会嘛有准备盘手礼，就是一人会当赠送2块即个音乐的光碟片啦光碟片。好所以等是即摆要分还是等下分？无要即摆分啦所以咱就一面听报告，一面摕着即个光碟片的即个音乐好，我尽量卖台语甲即个英文合做伙读啦
恁知影我的意思啦吼，讲 CD 足奇怪啊。嘿，就我较早补会20当前发生这种代志啦吼。迄时阵光碟片当开始用的时阵，有少年的技术，一礼拜中间讲，来即马我要放 CD 内底物件出来互恁看。恁啊是大人惊到要死，谁要放 CD 内底物件出来互阮看啦吼？好，所以毋通台语甲英文合咧讲啦吼。好，倒来，牧师直接要提醒一件代志。11月第2个礼拜是啥物款的主日？啥物主日？福音主日哦。吼，你看北投教会拢知影，恁拢毋知拢无甲我应。吼，福音主日，所以牧师倒一届一安邀请吼，咱真正爱找福音朋友、无道友、新朋友。通过这福音主日，这个艺营一只做见证分享的中间，福音来明白这个福音，知影这个好消息。吼，所以牧师一只倒来做一届的邀请。咱一面本啦吼。好啊，毋知北投教会下晡毋是有出去耍的这个行程啊吼？阮敢会使对？袂使吼。好啦，祝福恁下晡的行程拢通顺利甲喜乐。以上只在做补充报告。补充一下吼，除了2片这 CD 吼，这嘛是要用文 CD 以外吼，等下伫门口吼，咱北投教会遐这吼，要前往要去虎头山进前吼，教会有准备一个矿泉水啦吼，小可意思吼。这是请咱来上演圣诗184首，上帝听堂哪会遐大？上演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心帮助阮，毋若是享受伫上帝子民安尼一个身份，也愿福音，互阮成做和解、和平的使者，也愿主上帝你使用阮。通过这个和平的福音，来促进台湾社会，成做一个充满和平、三听的境界。也通过安尼，互上帝国紧紧临到，直到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日。阿门。请坐。平安日，这时请咱起立，彼此请安。好好吧，耶稣听你，愿你平安。和好吧，耶稣爱你，愿你平安。